唔知點算㗎，我驚綜援又唔知俾唔俾到我哋。咁我話齋，我又唔係老到要攞綜援，但係綜援養咁多屋企人。鋪王借傷殘通道趕絕 MK 小暴動。50幾歲佢一家5口10幾年嚟靠砵蘭街呢個報檔為生。我覺得冇意思咯，點解有報紙檔唔俾我做啫？咁我哋冇犯法。自閉佢個檔開正喺鋪王黎永濤間鋪頭隔離呢。間鋪上年11月仲要每個月300萬租咗俾美國時裝名牌 Gap 添。謝小姐個檔同另一個報檔喺正 Gap 兩個角位篤眼篤鼻。鋪王3月嗰陣已經做嘢噶啦，用5000蚊嚟有佢哋搬走。人哋睬佢至傻啦，點知佢就話要起傷殘人士通道，就叫食環署逼走兩個報檔，係最方便、最合乎傷殘人士嘅地方咯。呢招鋪王都唔係第一次用噶啦，佢呢間鋪頭6年之前只逼走報販華姐。呢度咧就話起一條傷殘通道，好啦，咁咧就將原有嘅報紙檔咧遷離咗之後咧，佢又再還原翻，就冇咗條傷殘通道啦。可憐76歲嘅華姐被逼遷之後，搬咗喺界限街開檔，冇啖好食，而家要靠生果金同屋企人接濟生活啊！梗係過分啦，即係趕住我哋冇得撈冇得食。從事金鋪生意嘅黎永濤，91年炒鵝頸橋鋪位大賺1000萬起家，而家手頭上有全港旺區30幾間鋪位，市值起碼超過30億㗎。